呢個時候，我哋預備一杯米，將佢加落你個 shaker 裏面。然後我哋又嘗試下，如果只係用手臂嘅動作去做前後拉動，然之後我哋試下加入埋手腕嘅扭動啦。如果我哋單靠手臂去將佢前後拉動，材料就只不過喺裏面同冰粒前後去碰撞同埋混合。但係如果我哋多咗手腕嘅動作呢，材料喺入邊就會有一個旋轉混合嘅效果。而呢一個旋轉混合嘅效果，無論對溫度嘅下降、材料嘅混合、空氣進入酒體同埋稀釋濃淡程度，都會有正向嘅幫助。